亲继续来看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就任的第2天，率领伊的团队到立法院拜会各党团。那上重点是普发6000块的现金的进度。行政院已经把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希望各党团会当支持。国民党团是火力全开，甲陈建仁讲，外界讲你陈院长是温暖的内阁，那呢就爱甲苏院长无共款。以6000，你就爱1万。国民党团是再度来要求，爱甲现金提升到1万块。陈建仁是回应讲，安尼无符合到社会公益，应该甲钱摕来照顾弱势团体才对。到底6000块这条钱，啥物时阵咱才领会到咧？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讲，普发现金的草案2月17才有法度来表决，加上了后审查的时间，上紧，买到4月的第2个礼拜，也就是4月初4、5啊迄礼拜，才有法度摕到钱。引导媒体是。民进党立委排规排咧迎接行政院长陈建仁带行政院的团队到立法院拜会各会党团，重点嘛是发现金的代志。疫后的特别条例跟预算案，所以这件事情是朝野的政党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来这样做，但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需要来加以沟通。拜会过民进党团到国民党党团总算才坐落来讲。人也立委嘛无放过这个机会，其中有1400亿是空白授权，我们看不到到底要做什么。你现在外界号称你是温暖内阁，跟苏院长不一样，他6000你1万。每一个社会的阶层受到的影响都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大家一起来均分，这样反而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公义。陈建仁嘛强调讲，行政院会利用税制改革等的方式来落实居住正义。推动了社会住宅，还有房价这个软着陆，然后我们做房租的津贴。最近我们也在研议这一个地上权住宅。新官上任3百会，陈建仁透早就连赶4场加各党团交手，一直回应施政方向，表现决心。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